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台铁的月台离这个铁机仔路的地面将近1公尺深，民众若跳落去捡物件，唔若违法，我那真危险。台铁是来提醒，若是有类似的状况，只要向站内的人员通报协助就好，千万唔通家己跳落去捡。有人跳入去铁机仔路内底捡物件，有人翕落来，实在是太危险了呀！火车进站虽然讲速度已经放较慢啦，但是人伫铁机仔路顶悬，若是捡弄到，毋是死就是伤。火车来的话，很危险。太高了，有点危险。这个男子的行为其实已经违法啦。跳下月台，这是明显违反了铁路法，处罚新台币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就算有物件落落去，千万唔通跳落去。其实只要安尼就好。先找我们的站员，那我们在月台上都有准备1.5米的长甲。要求帮忙，若是暂时未有火车进站，就当摕这支月台专用的夹把，轻轻松松把落去的物件捡起来。月台轨道上面捡到最多的就是旅客的乘车票，有时候可能旅客刚好没有拿好就掉下去了。接着第二个就是大概小朋友的，像鞋子，有时候勾到了就掉下去了。第三个大概是手机。月台顶悬单车、车票、手机啊，定定一个无注意，哇，就落落去，跳落去捡，唔那是违法，可能连命都无。